低，我哋每一位成仙至今，小說亦有1萬幾千年。世情種種，凡間一切，在我哋嚟講係遙遠而微不足道嘅。今日被降龍羅漢咁鬧一鬧，或者係一個機緣，何不借呢一個機緣嚟了解下凡人仲係咪咁愚昧無知，抑或有所進步？聽觀音大士講嘢，真係聽出耳油。舒服，大士，呢個小主借住為人間抱不平為藉口，以下凡上車。你唔好亂講言咯。大士自有分數嘅。降龍，你做咁多嘢，目的何在啊？我只係想呢班自以為高高在上嘅神仙，能夠真真正正咁體驗一下啲凡人，因為佢哋一世人只得區幾廿年命，唔好話做咗1、2次錯事就翻唔到身。因為細佬我相信，無論佢哋幾蠢幾無知，幾惡幾抵死都好，始終都係，即係都係咩啊？都係乜嘢啊？即係嗰意思，即係都係人間有情，係咪啊？降龍，係，就係呢樣。